而家越嚟越多人注重健康，不過你有冇發現，明明乖乖地控制飲食、做運動、生活好有規律，身體狀況都仲係麻麻地，成日都覺得攰。其實呢個情況好普遍。都市人生活壓力大，作息唔定時，各種轉變都好容易令身體慢慢積咗好多負擔。即使非常努力去養生，有啲身體內累積咗嘅問題都唔容易一下子清晒。尤其是肝臟同腎臟，佢哋日日夜夜幫我哋排毒，維持新陳代謝。一旦功能受壓，毒素易積聚，自然唔夠精神，活力都差晒。想真正改善狀況，當然要由根本着手。肝腎力嚴選天然漢方成分，重點加強肝腎功能，幫你加快排走體內毒素，仲有抗氧化同抗炎作用，有效保護身體細胞。每日俾自己多一份細心呵護，底子強咗，活力自然返晒嚟。記住，健康生活由肝腎開始，交俾肝腎力守護你。